2026年世界盃已經嚟到白熱化嘅階段，過去我為10幾場賽事做嘅賽前抽牌，究竟最常出現嘅命運之輪節制代表啲乜嘢呢？而最具爭議性嘅牌卡又係啲乜嘢？命運之輪通常代表幸運、機會或者戲劇性嘅天時地利人和，譬如今屆法國又係對摩洛哥，重現翻2022年準決賽嘅戲碼。開場前呢，我就替法國抽到命運之輪呢張牌卡，當年摩洛哥2-0慘痛離場，今年 Quarter Final 都係2-0輸咗俾法國，的確相當之戲劇性。始終法國嗰張命運之輪呢，其實係木星，係一粒吉星，結果法國嘅命運之輪2-0大敗摩洛哥嘅塔。另外，節制 Temperance 係一張講求節奏控制、配合平衡、穩定嘅牌卡，竟然係過去10幾場世界盃裏邊呢最多出現嘅牌卡。節制呢一張牌卡上面嘅 Archangel 大天使 Michael 代表嘅係守護、勇氣、保護界線。千祈唔好以為咧天使就好臨善，其實呢一位身穿白衣、紫紅色翅膀嘅天使呢係高度紀律以及成熟智慧嘅表現。無論係雙牙大戰嘅葡萄牙對西班牙，定係三獅軍團對維京人嘅英國對挪威，呢兩場苦戰呢都有出現節制呢一張嘅牌卡嘅。譬如葡萄牙對西班牙嗰場咁講啊，一直處於膠着嘅狀態，到91分鐘呢，西班牙先終於以1-0擊敗葡萄牙，靠嘅就係節制呢張牌卡嘅高度耐性去等待收割。而英格蘭對挪威就更加唔使講啦，英格蘭又係抽到節制，能夠2-1險勝挪威呢，靠嘅係節制嘅毅力同埋苦撐到底，最後終於過關。今日睇波學塔羅嘅分享就嚟到呢一度，下一節我將會同大家講一啲比較具爭議性嘅牌卡，例如係公義、審判等等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就記得 follow、like 或者 subscribe Soul Map 嘅 channel 啦。下一次見，拜拜。